好，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呢個蘿蔔刀嘅我係揮成點樣嘅咧，你可以睇下我嘅喺 YouTube 嗰邊嘅 short。好，我今日就要嚟教大家點樣可以用蘿蔔刀嚟做開刀、基礎開刀同埋生刀。咁不過其實我淨係得呢個比較細，我喺網上面訂咗一個比較長嘅，到時再可能再做俾大家睇。而家淨係可以用咗呢把細先。嗱，好快咁樣，而家去到首先第一點樣可以開刀咧？如果係真嘅刀咧，呢度有安全鎖嘅，有安全鎖呢邊叫危險病，冇安全鎖呢邊就叫安全病。咁咧，如果咧想基礎開刀，我直接教啦。好，唔廢話，開始。4隻手指放喺危險病呢邊，咁樣。如果想學好啲嘅話，咁我建議你一開始學我呢個方法先，用手腕力揈出去。揈完出去之後咧，呢隻手揸住，擰向右邊，拍落去手背嗰度。記得要做緩衝嘅動作，如果唔係咧，你會即係成隻手拍落去咧，你會傷咯。所以一定要做一個咁樣，去到上面嘅時候先落嚟。好，然後下一個動作，4隻手指攤開，手腕力落去。建議你即刻揸住，因為如果即刻揸住呢佢會型啲咯。成個動作係咁樣嘅，係咪好型？咁而家就教生刀啦。其實開刀同生刀都係一樣嘅，不過我而家開生刀先。不過咧，佢而家咧就將個動作減少開刀，就變成生刀嘅動作，都係好似啱啱咁樣啦。前面手背攞返。咁如果想打橫做嘅咧，通常嗰啲人都係打橫做啊嘛。咁所以我而家就教打橫做嘅。打橫做嘅咧就係咁樣嘅，1、2、3。我再做多次，1。等陣先，我閂返刀先，我閂返刀。1、2、3，再嚟1、2、3。好，咁生刀如果想咁樣嘅話咧，咁就要咁樣，1、2。做錯咗，對唔住。咁樣1、2、3。嗱，呢個係開刀啊嘛，跟住關刀，1、2、3，攞返。咁其實我而家咧，因為呢把刀比較短，所以咧淨係可以表演到基礎開刀同埋基礎生刀俾大家睇。咁咧我當收到嗰個比較長嘅刀嘅時候咧，我會再拍俾大家睇嘅。咁所以而家今集就拍到呢度先。如果想繼續收睇我呢個嘅蝴蝶刀教學咧，咁你可以訂閱、like and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